你有冇試過咧？有一啲時刻啦，明明咧平時你係一個好理性啊、好成熟嘅人啦，但係去到一啲特定嘅點咧，譬如話有壓力啦，又或者同你嘅另一半嗌交嘅時候咧，你嘅理智好似咧一下子咧即刻熄咗掣咁樣，你會突然之間好想大叫啦、勁嬲啦，甚至乎咧匿埋一邊勁喊，覺得全世界咧都拋棄咗你咁。但係往往當你冷靜落嚟嘅時候，你連自己都頂自己唔順，心裏面諗頭先做咩呢？好似失控咁嘅。原來咧呢個現象有時候叫做心理嘅倒退，意思即係話咧你表面上面仍然都係一個成年人，但係你嘅大腦咧響一瞬之間就退到去童年嗰個最無助嘅狀態。今日咧同大家一齊睇下你嘅內在小孩可能咧接近幾多歲嘅自己呢？Hello， 大家好，我係心理學家吳子嫣 Natalie。頭先提到咧，原來有一啲朋友啦，當有壓力啦，又或者衝突事件嘅時候咧，往往大腦咧就會好習慣咁樣跳翻去咧一個童年處理壓力嘅模式。我哋一齊睇下咧，以下落嚟幾個嘅處理方法，睇下咧嗰個處理嘅手法接近幾多歲嘅自己。第一種咧就係2至3歲嘅內在小孩啦。佢哋嘅特質咧，就有好多時候，當遇到一啲壓力嘅事件咧，就會係好嬲啦，會掉嘢啊。例如話，當事情咧發展係唔符合預期嘅時候，又或者咧有人唔聽你講咧，你內心就會有一種咧好大嘅毀滅感，你想掟嘢，甚至乎咧揼牆，將啲嘢咧倒落地下。呢個年齡嘅細路仔咧，通常咧就會用憤怒去掩飾咧佢內心嘅焦慮感嘅。第二類型嘅人咧，就係一啲5至7歲嘅內在小孩啦。佢哋嘅特徵咧，就係好怕俾人拋棄啦，好多時候咧都會用喊嚟做抗議嘅。同另一半嗌交，只要對方一轉身或者一話冷戰嘅時候咧，你內心咧就可能會覺得好崩潰啦，然後咧可能會瘋狂揾對方，或者咧匿埋喺度大喊，覺得對方唔要自己啦，好無助。而呢個年齡嘅內在小孩咧，其實有少少好似停留咗喺當年咧阿爸阿媽唔要自己嘅嗰份焦慮感嘅裏邊啊。最後一種咧就係10至14歲青春期嘅內在小孩啦，而嗰啲嘅特徵咧就好多時候佢哋會捉起埲牆啦，一味想匿埋啦，或者用冷暴力啦咁樣。呢個年紀嘅青年咧，好多時候都係好似好酷啊咁樣，但係其實咧當佢哋遇到壓力啊，又或者咧一啲嘅威脅嘅時候咧，第一嘅反應咧唔係溝通咯，而係將自己匿埋響房啊，戴耳機啊，拒絕同呢個世界連結，個心咧可能都會覺得算咯，都冇人明白我嘅，會用一啲冷漠或者叛逆嘅方式去保護自己。你最常出現嘅係頭先提過嘅邊一種內在小孩呢？可能我哋會問，喂，點解我哋而家都係大人啦，心裏面咧仲會住咗一個細路仔嘅呢？咁其實往往都係因為成長喺原生家庭裏邊咧，當年嗰個歲數嘅你，可能曾經承受過一啲咧比較大嘅情緒創傷。可能係阿爸阿媽經常缺席啦，可能咧係大人嘅無情嘅無端端打你鬧你啦，又或者咧你嘅情緒從來都冇被正視過。當年咧你嘅年紀太細，可能係冇能力處理呢類型嘅痛苦，所以你就選擇將呢個受傷嘅自己咧冷凍喺心裏邊，而直到大個之後咧，只要現實世界一出現一啲咧類似嘅壓力，呢個咧被凍結嘅小孩就會被喚醒，用嚟咧應對外在世界嘅壓力感啦。但係咧，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無論頭先你睇到自己係幾多歲嘅內在小孩都好，呢個咧都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只係表示咧嗰個內在小孩想向你求救啫。如果咧你想嘗試安撫嗰個咧童年嘅創傷，今日開始可以試下做呢2個嘅心理練習。第一，做自己嘅神隊友父母啊！而家咧成日都有個概念咧叫做再養育自己啊！下次咧當你覺得好嬲啊，或者想爆喊嘅時候，深呼吸，同自己講啊，我而家咧係覺得好驚、好無助，但係唔緊要，我而家大個啦，我會陪住你、保護你，等你知道而家咧你係安全嘅。用成年自己嘅力量去重新滋養嗰個童年受傷嘅自己。第二個方法，分清楚過去同埋現在，同自己講，而家同我嗌交嘅人咧係我嘅另一半或者我嘅老細，而唔係當年嗰個咧未必好識得教育我嘅父母。而我自己咧亦都唔再係當年嗰個好無助嘅細路仔啦。療癒原生家庭就係要將嗰個困喺過去嘅細路仔一步一步咁帶翻嚟現實世界嗰度。如果你中意呢條短片，請你 like、comment、share， 又或者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啊！下次再見，拜拜。